讲到连千家这个网络直播主哦，俊敖叫卖，苦人的心，赚人的钱。以这种真膨大、真风神的化卖手法，再加上随时会来送出着现金甲高贵的礼品的手法，拢真伤人的心。讲只要伊来开直播，上起码拢有1000人咧看。啊，除了有选招甲珠宝、雨伞顶的观众看甲人之外，这个连千家身躯边嘛总是会徛一个身材真赞、穿甲老马老长的女助理帮忙咧画卖，更加是互观众看甲目睭拢唔甘呢。今天这一标桌面上的东西，外面可能要1万、1万5、2万，不用。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这一标通通不用。 名贵的手表啊，摆到柜桌顶，直播主连千家这款化卖方式，直播日拍开，看的人超过1000元。现在只要你有分享3次的朋友留言分享，等一下全部送礼物。连咪分享，连咪送礼物，连千家讲话有业一套。这个来鸡水当孙，再送1条，全部刷爱心刷10秒不要停，再加1来。 镜头啊，小叮当一个，虽有手指甲现金，上较引起人注意的，要有这个少年的助理的倒助阵。 穿甲真性感，伊是连千家助理，伫直播中一直画假印，好卖将挡袂掉，这推销的效果真好。我请他去转一个100万，因为我没有户头可以用，我交保回来没有户头可以用。 连千家毋是头一摆互掠去，即马又搁被指控部分的商品是仿的，涉嫌洗钱诈欺，又搁加卡一条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